乡亲平安，环境收看今仔日7月28，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昨昏暗时8点的时阵，伫琉球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是搁重新发展做轻度风台德泽草。虽然是未扫来咱台湾，不过也是爱注意天气的变化。另外，昨昏伫咧新竹的双林水墙发生一件撩起的意外。有一个教练去互水流架去，全咧渡水不幸过往，要若详细原因也来厘清。桑拿内面回流的声音，强要砍过所救病员的声音。伫咧新竹县的五方乡，这个正热门的撩开景点双龙瀑布，而且发生不幸的代志。有一个人伫咧撩过半路，45岁姓曾的教练，敢若互窜流的溪流降去，流进化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一间企业社1行8人，包含2名教练及6名学员，前往五峰乡双龙瀑布参加溯溪行程。其中1名教练不慎遭翻滚流卷入，救起时有生命迹象。经现场人员持续 CPR 后 ，AED 评估仍不建议电击。本来花花喜喜去瓦滚大自然，却伫双龙瀑布发生悲剧，要加速决定放弃急救。最近天气多变化，过头了常常有雷阵雨，南北去山顶溪仔边一定要注意地形加水流的变化。要若讲一天暗时8点，本来伫咧琉球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其实回升，搁发展成做轻度风台德泽草，即马行的路线是未直接影响台湾。不过台湾与逐渐朝台风同属在大低压的环境，都还是会有伴随西南风增强的一个影响。特别从今天一直到周三，将是雨势最为明显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情况，局部地区也不排除有豪雨等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像这种风台散去了，如果重新发展成这风台的案例，上晚的一边是2021年的风台罗皮，虽然迄当阵的路线无直接来台湾，也过以外围环流，和中南部地区带来正大的雨波。这种起死回生的风台虽然较罕见，不过最近因为低压带加西南风增强互相影响，天气系统的发展变数真多，大家就要注意上新的天气资讯。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低压带加西南风的影响，雨会不了大。要若上新的消息，目前嘉义县甲云林县水南乡已经宣布今仔日停班停课。咱来看云图。今仔日中南部会落阵雨，或者是雷公雨；北部甲台东的山区嘛有短暂雨，有的所在可能会上大雨。要若宜兰甲花莲是多云的天气，过昼会有西北风。目前气象署针对苗栗以南到屏东10个县市发布大水雨的特报，尤其是云林、嘉义、甲台南拢是红色大水雨的等级。今仔日嘉义太保到8点40分累积的雨量已经有356毫米，云林几个测站嘛拢超过200毫米。咱若苗栗甲彰化是感觉色大雨的等级。目前水利署发布云嘉南几个所在是以及因水警戒地区，提醒民众要注意安全。来关心昨昏台铁南回线挖大鸟磅空的所在漏水，致使电车线跳电。台埔站到连溪站是拢无法度通行。昨昏暗时8点左右是已经修理好势，嘛恢复通车。经过南回线的这个新自强货列车，向停伫连溪站的月台。讲袂停袂动。车内人无啥啥，就是只是临时停车。列车长赶紧公布，这才是电车线出问题。抢修单位在抢修，本列车受总站的控制。在连溪站的月台，列车无法度驶，将近1点钟了后，台铁赶紧用插电机车牵引，才能继续行。台铁南回线17中道发生异常，台东大埔到连溪站区间受电力设备故障影响，中道12点40分开始就线路未通，真侪班车慢分。因为拄到就话假期，台铁台东站也客满旅客，不少人赶到火车站才知影列车受影响，行程也延误。我已经1个礼拜2次了，下午又开始这样子，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到路。真的是台东人好可怜哦，回家的路好遥远。他们有跟你们说什么时候会复车吗？还没，没有，还没。他只说那个就是往后面要有接驳车。
有人赶紧转至公路客运，有人赶紧换票。代替公司表示，27接到通报，大埔甲龙溪之间电车线无电，经过对早市大鸟磅坑内底，顶板大量漏水致使电轨小拍电跳电，紧急动员人力甲技具抢修。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所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今年8月份开始，有教师证的代理老师年资会当纳入去薪水计算的这个政策，是啥袂少老师回乡驾册。历史上北的师资卡手有变较严。上报伫咧114学年度代理老师的课，计共有超过4000人，是创下这几年的新高。来看自由时报，国民党这礼拜的公告党主席改选，党内有声音讲希望台中市长罗秀燕会当表态参选。国讲无希望朱立伦搁要连任。过来看中国时报，头一波立委罢免案煞过，24个南洋立委甲新竹市长郭宏安的罢免案拢无通过。目前已经有民众出现选后压力的症候群，有忧郁、焦虑、食袂落等等的症状。医师提醒，负面情绪若持续超过2礼拜，建议爱找专业来协助。头一波的罢免结束，国民党开始下票。因为罢免无一案成功，在野呼吁罗总统甲党主席撕掉，嘛要求行政院内阁都来改组。就连其中一个罢免的代表人做形成，嘛批评民进党无责任，放调讲8月23的罢免，互民进党家己起舞。甲民众直情揽做伙，国民党地委李干修拄着人道感谢，第一波地委罢免案结束，国民党地委全部收掉咧。朝市南委王康比切下新罗志强也拢扫假下票，暗过除了感谢选民，也搁将炮口对准行政院。王康比搁点名，即马被关税冲击，内阁应该改组。美国的关税贸易战，或者是像这次南部受灾这么严重。行政院的表现通通都是不及格的。突发现金1万块，在这一次民意当中，我相信朝野大家一定都有听到一定的声音。总统院院长不要再天人交战。王宏维个表态，那行政院对破坏现金提予其一定的后果。罢免案查头人之一做形成透过面册向罢团志刚画写，放下8月23的罢免，强调迄是压力对外的战争，责任重大承担袂起。赖清德如果还想再被打一次脸，民进党如果还想再受一次教训，你就继续搞吧，否则的话，赶快悬崖勒马赶快收手了。失败的检讨不等于就是内斗啊，中共最喜欢看到的就是民进党的内斗，党或者行政院有必须做什么样的调整啊，这个民进党内部会自己检讨。那被点名罗总统是党主席、行政院长杜荣泰甲内阁总时，党团总调郭建明应该是无分区。林准宪认为，民进党会有内部检讨，我需要强调8月23的罢免案，那公平无放弃，民进党必然也必须承担更较大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这个罢免投票是拢无通过。总统赖清德随伫咧网络顶铺文感谢公平的力量，嘛期待朝野会当团结打拼。也那《纽约时报》表示，罢免案失败是对赖政府的警示。日本媒体嘛讲，受到来赖政府施政会更较白卡白手。第一波罢免案结果出来了后，总统赖清德伫社群平台发文感谢公民的力量以外，也表达期待朝野政党共同努力，团结向前。政界外媒也相当关注。《纽约时报》的分析，大罢免失败是赖政府的民气竞争。日本共同社是指出，赖政府未来会面临在野势力继续反弹，施政之路更较艰难。国民党这一次在他有办法撑过这一关之后，绝对会对那个赖清德政府进行焦土政策。民党要接受这个现在是所谓的少数总统的事实的现实。那么这个现实，这个政治现实那么在2028年之前，最起码都不会改变。去思考人民在这段时间所反映出来有忧虑有不满有担忧的地方。专家呼吁赖总统爱贴近调试遐大的现实，适度调遐和解有必要，也应该先切思考安怎甲民众沟通。在赖清德针对这个国民党、针对民众党我觉得他的确是应该有一个机会把他的这个对于蓝绿的这种斗争包括去认为说蓝的一定就是这个亲共的，把那个论述把它放掉。
学者认为，罗总统无的确应该思考对在野政党释出善意，来避免台湾社会继续对立分化。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美国关税政策。川普甲欧盟执委会主席今仔日会谈了后，宣布已经达成贸易的协议，甲欧盟销去美国的产品关税降到15%。也若其他的国家，川普讲这礼拜会寄出200张的通知单，关税可能会扣10%至15%。也若咱台湾的目前是还在谈判，不过业界是呼吁政府都要赶紧公布税率，让大家会当提早来应对。美国对顶关税搁再有新的进度。美国总统川普2月有过未来一礼拜发出200封的关税批，通知各国税率可能是10%到15%，而且一直到8月1日期限就完成大部分的协商。因为台湾的部分谈判团队也伫顶礼拜到美国展开第4轮的协商。行政院搁再讲到相关进展会对外来说明，不过工商业界是呼吁应该爱加紧这个进度。业界在等的就是那个关税到底会不会影响我们未来的整个对外的贸易嘛？关税是很重要，重中之重，因为我们的汇率已经被砍了12%。人家为什么美国比如说日本、韩国各国都在强调这一块，那我们始终都得不到答案，一直在说这个气氛良好，那应该要有答案了啊。产业界强调，尽早公布关税数字，照时间运用。若无即阵未少外销企业无法应对，甚至面临工厂停工状况。另外，由多国法人提醒，要注意个别产业状况，包含美国是台湾工具机第2大出口国，日本是台湾伫中国界工具机的竞争者。台湾的税率若是比15%较悬，会削弱这个工具机的竞争力。台积电到美国去设厂，对于美国来讲，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其实我认为最好的参考模板应该是日本，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关税的话，你势必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不过，有专家用美日谈判结果分析投资换关税率，台湾会使善用台积电1650亿美金投资军事购买，还有部分关税退让3大条件，尽力创造关税条件。亲像日本甲印尼相款，降低国内产业甲大国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汉光41号的演习结束，国防部长顾立雄今仔日会去立法院针对汉光演习来做检讨的报告。内容有讲到，到调位明年开始，会优先去原底单位发挥原底船长的职务。因若防御的部分会注重以火力来取代兵力，亲像使用无人机，就是其中的一种。4台 M1A2T 战车同时下桥，场面真震撼。M1A2T 战车伫今年汉光演习头一摆公开实弹下桥，展现真大火力。随着港9年史上上长的汉光41号实兵演习落幕，国防部长顾立雄伫8月到立法院来报告汉光演习的检讨。根据报告指出，其中伫建构定材防卫部署手段会规划注重利用火力取代兵力。广泛的用小型无人机来替代火力之外呢，其实各个单位必须在后方就必须配备这个反无人机的小组。你要用火力或用 AI 人工智慧来取代兵力，这个都是很可行的方向。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么多预算支持？但国民认为，要安怎运用有限运算规划增强火力，会是推展的重点。这摆汉光动员22000名后备军人，和强化后备部队战力更加受到注意。检讨报告指出，规划明年开始，高调要采取原兵规划为原则，优先补充原单位原专长职务，形成固定编组。那当然你会接触到原有的武器以及当初私讯的这个要领或者步骤，那让你在原来的专长能够维持。由国军要高阶专长需求，明年高调上海也规划采取特殊专长指名申请。那这调员有特殊专长，会有机会指定申请到有相关需求的部队来调训。另外，要看任务甲专长配合含雷射指示器、光学标准镜这信息各种装备，互后备部队会慢慢来实质提升战力。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头一届台湾杯火箭竞赛，伫咧旭海科学研究火箭发射场来举办。这个是由阳明高台摕到大专组的冠军。指挥发射场的控制中心嘛正式运作，算是咱台湾发展卫星产业的决心。也若顶一日美国讲有考虑伫咧遮设太空港，国科会嘛讲希望未来屏东会让正做探索太空重要的基地。
火箭顺利升空，国大专院校甲高中大学生加载火箭，伫屏东独海科研火箭发射场来比赛，由国家太空中心甲屏东县府举办的第一届台湾杯火箭竞赛决赛，大专组是阳明高大甲联合大学组成的团队摕冠军，中学组的冠军是台北高中。标准已经就是太空队的提供，这样会确定这个整个举办的过程非常安全。关7公尺、高2公尺的防爆壁提供研发团队遮风遮雨的精密环境。可见火箭发射场自2021年启用时阵，敢若抗跌甲简单的货柜操控室，即马新起组成厂甲整修控制中心，自钢结节甲白也算是台湾发展太空甲卫星产业的决心。使用者终端的这个设备等等，那个产业非常庞大。那台湾借这个机会能够发展卫星的这个产业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发展火箭的产业。火箭的产业，因为它是有很多的消耗点。为促进全球太空产业，高新闻表示，台湾未来伫人才培养机制会更加多，更加多国家合作，占地理优势。屏东目前，美方也考虑伫遮设太空港。包括这个科研火箭的地方，我们所做的跟国科会来连接，跟太空中心来连接，我们真的非常的幸运，也非常的荣耀，能够成为国家在发展太空事业一个很重要的伙伴哈。那科研火箭发射场第一个国家火箭发射场3月也要伫个满洲举行，国科院国规划设太空科技博物馆甲教育馆，要互太空教育定金同步，也互屏东加做未来探空的重要基地。甲国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泰国甲柬埔寨边境起冲突，目前尚无造成33个人死亡，超过13万人撤离。今嘛，美国总统川普出手提关税出来施压，要求双方若唔停战，关税谈判就免讲啊，直接会扣到36%。点点看手机顶悬亲人相片，泰柬边境爆发严重冲突的即日，空商只是带亲人到加油站甲边的超商，想要到遮短短1年吧，伊就失去太太、9岁后生、甲14岁查某囝。这场当年边境争议引起的冲突，是泰柬2国13年来上严重一摆。双方继续伫边境部署重兵，传后互炮火弹着，百姓伤亡惨重。不过双方拢讲，家己是采取自卫行动。激烈轰炸已经造成13万多人逃离家园，数百个柬埔寨人挂行李伫保卫下省的临时难民营排队登记。泰国边境这边邀请这民众秘集体育馆内底避难。เขาพร้อมเขาพากันพร้อมกันหมดแล้วค่ะผู้ใหญ่บ้านอะไรเขาก็บอกกันหมดแล้วว่าพร้อมเราพร้อมตลอดเวลา เราไม่ได้กลัวเพราะเราเคยมีมาแล้ว 伊朗是这场东南亚冲突的第3日，双方炮火互击无退让，而且冲突点好亲像扩大。根据泰国《万国邮报》报道，这离其他冲突点超过100公里的泰国特拉省、加柬埔寨菩萨省，拢个传出燃山交火。这场冲突也引起国际社会关注。除了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表示关切和谴责以外，伫咧苏格兰访问的美国总统川普，伊朗也伫个社群平台表示，伊分别甲2个带头人通会，因为泰国甲柬埔寨拢要伫甲美国讲关税，目前的数字依然停留伫4月初宣布的36%。川普威胁，若继续拍，美国就袂甲任何一名达成协议。然后，伊也继续更新表示，2个带头人拢经同意停火和谈判。当协轮值主席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也证实，柬埔寨已完赴燃山交火，不过伫各方的协调之下，2个停火好亲像已经出现希望。公司新闻红如梅报道。继续来关心一个飞安的事故，有一架美国航空的飞行机顶悬载179个人，起飞进前煞熊熊导火，加在敢若1个人受伤。另外，西南航空的飞行机飞到一半，伫咧空中，却是险险啊，甲一只军机相撞，伊是赶紧降低100外公尺，等于是一个手降低50层楼的高度，害空服人员的头壳弄着伤。
好囡仔为了推厝落去的爸爸，一时紧张，脚软挂在涂骹，手内底囡仔行到大声哭。一只波音737 MAX 8客机日落在科罗拉多州丹佛机场，跑道准备起飞时阵，中央发现起落架故障，机把个清楚乌烟，甚至都火烧起来。好在在过程中只有一个人受伤。美国航空了在声明中表示，这架班机是在起飞的时阵发生机械问题，而且甲飞行机任有关系。同款惊险场景在今年3月，另外一架美国航空波音737 800客机在飞行中途引擎出问题，转降丹佛机场。迄时阵引擎导火情形正紧急，机场人员全部被迫爬起机实逃生。昨天美国航空这事故前2日，另外一架为加州被飞向搅城拉斯维加斯的西南航空波音747班机也拄着问题。It felt like the Rye Tower of Terror where we fell. I mean, it felt like 20, 30 feet in the air, and the screaming. It was terrifying. We really thought we were plummeting to a plane crash. It's terrifying. It shakes you to the core. 事后证实，西南航空这架班机直直坠落的高度落差有将近500英尺，相当152公尺。未少机顶乘客被抛离坐飞，各边讲空服人员。根据西南航空甲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解释，咧飞悬的这架班机会向降落来是非相比另外一架特别弄起来的霍克纳金战斗机。It looked to me like that she had a head injury because of she had the ice pack on her head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flight. 美国飞航最近状况真济，顶礼拜有一架天色航空班机险险甲B-5支轰炸机对撞，一礼拜后佫险险出代志。根据 Florida 24网站飞行资料，迄时阵准备飞向加州温多拉郡海军基地霍克纳金战斗机甲西南航空的高度无甲110公尺，两机的距离各只有8公里，若无改变高度，两架飞机可能就伫空中受弄。公司新闻洪图梅报道。在美国的密西根州一间超市发生有人举刀乌白共扑的案件，造成11个人受伤。目前这个嫌犯已经去予警方抓起来啊。警方接到报案，讲有真侪人被杀受伤，赶紧赶来密西根州这间沃尔玛超市，有伫现场看到人讲，看到受伤的人被抓在，赶紧送病去。警方讲嫌犯是一个人犯案，无啥讲话。1 count of terrorism, 11 counts of assault with intent to murder. Mr. Gilley's history shows prior assaultive incidents as well as controlled substance violations. A motive has not yet been determined. 第二发生时阵，伫咧现场的一位超市的人客讲，伊看到一个查甫人举刀刣一个查某的颔棍仔。5分钟了，这个查甫人互5、6个超市的人客围起来，其中一个牙枪对这个查甫人发讲，甲刀放来。这个查甫人是拿话我无咧插啊，拿退后要互大家压喺涂骹。Receiving calls stating that there was a man with a knife inside the Walmart store actively stabbing people. At the time of the deputy's arrival, multiple citizens, including one who was armed with a pistol, were confronting the male suspect in the parking lot and preventing him from harming further people and leaving. The weapon used was a folding knife with a 3.5-inch cutting blade. 警方讲，嫌犯是对收银台附近开始杀人，沿路对店内害到店外，无特殊对象，是看到人就杀。检察官讲，提出恐怖主义的指控，是因为这边的攻击影响规个社区，唔是特定人，后面将心内惊吓，也严重影响大家日常生活。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国际恐怖组织活动的范围最近这几年为中东转去到非洲。伫西非沙漠的所在，有一个150个人骑骆驼的队伍，监控在地安全。这个所在从2011年开始，就无阁发生圣战分子攻击的事件。国民卫队指挥官巴希尔上校领的这支骆驼骑兵，历史背景上早应对溯到20世纪初的法国殖民时期。游牧民族出身的士兵，骑沙漠之舟，伫一片的沙漠内巡逻。无共的是，即马有无人机、甲高科技监控设备的辅助，维安任务才阁较有效率。毛里塔尼亚东部甲马里之间有无清楚而且管理真松2200公里的边界。马里国甲撒哈尔地区来恐怖活动同在国布吉纳法索尼日做出边。这片这么块地区，饥荒、宗教甲族群冲突、反政府动乱，也有跨国非法卖武器、毒品甲人口这事件一直在发生。
毛里塔尼亚为2012年开始，因为这支沙漠骑兵都捌遭受圣战分子的攻击。Le groupe Manomad est monté en puissance avec la menace terroriste, parce qu'il a un rôle très important à jouer dans le cadre de la lutte contre le terrorisme. En effectuant des ACM, des actions civilo-militaires au profit des populations nomades. 离首都沃克绍1000多公里，甲马里厝边的西湖德地区，进入14万将被战乱的马里难民。骑兵队的出现，唔但让当地游牧族群感受政府的存在，更负起偏远地区保护水源健康甲医疗工作。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超过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在德国西南部甲法国交界附近的一个庄仔头，有一台载差不多100个人的火车败马，造成至少3个人死亡，真侪人受伤。来看罗西亚宣布英国攻占乌克兰东部的2个庄仔头，不过乌克兰是唔承认，不过有通报双方是搁起冲突拍起来。那罗西亚今仔日表示，因甲乌克兰飞过来291架无人机拍落来啊！来看咱台湾的合唱团去日本参加东京国际合唱比赛，算是去互中国要求都爱甲国旗摕落来。不过这个风波并无影响因发挥，咱为高雄来的尼泊尔合唱团，将其尾是摕到上冠军，是这届民谣组的冠军。镜头转来咱国内。来看桃园中立有一个查甫人，哪像是哪骑奥多摆，哪飞手机啊，撞去弄到头前迄台车的后斗，那伊家己嘛跋倒。目前警方是照道交条例，甲这个骑奥多摆的人罚1000块。这查甫人哪骑车哪看手机啊，就安尼弄到头前的特斯拉小客车，当场连人险车摔在涂骹。这事故发生伫2日下晡4点外，市场的查甫人骑车经过桃园中立中华路二段，敢若哪骑车倒只我摕手机仔在看，造成车祸。张男骑乘机车直行时，疑似使用手机未注意车前状况而追撞前车。警方讲，双方当事人酒测单拢零，不过骑车这个人，敢若是骑车时也看手机啊，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改罚1000块。近年来，骑车违规的种类真多，像今年2月，苗栗就发生一个无照骑车也佫90零件的违规案件，总共开出46张罚单，罚款金额有4万多块。另外，今年6月，高雄一个骑车的人，毋但无伫安全帽，还徛伫机车的大帮顶面放手骑车，踅来踅去，还佫徛反向，至少有11项违规行为，互警方依照这个涉嫌公共危险罪，甲伊移送法办。你骑车本来就是要专心啊，因为如果你在滑手机分心的话，你会没办法。如果有什么状况的话，你会没办法马上反应。我觉得法则跟教育都要吧，他们没有那个安全的概念，他觉得只要我自己不出事，可是他没有想要会害到别人。警方也提醒，伫路骑车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尤其是骑车时禁止使用手机啊。就算是停等红灯，也看做是骑车的状态，袂使看手机啊、看信息。然后使用这手机啊需求时，应该找适合的所在去停车熄火，再过来看手机啊。安尼毋但袂互罚掉，也应更加确保行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拜六有一个查甫人坐高铁的时阵，哪像是去酒小，却是骂因后生拄小。坐到桃园站了后，竟然佫直接把囡仔拖落车，铁路警察甲伊扣劝嘛无卡抓，落尾手是直接通报是家庭暴力的案件。桃园高铁站大厅，食酒醉的查甫人闹事，互警方压制。代志发生伫2日暗时11点外，穿乌衫的查甫人疑似食酒了后，升伫列车顶悬，对囡仔生气，毋但对囡仔大声骂，佫诱囡仔向车厢连接的空间行。想袂到站了后，佫出现情绪失控，警方赶紧来压制。曾经是高雄左营高铁搭回台北的时候，就看到有人喝醉酒把车厢吐的都是。比较常遇到就是小孩尖叫啊，跑来跑去，其他还好，蛮舒适的，安全性都蛮好的。对拄起酒后闹事的代志，台湾高铁桃园站表示，接到通报有旅客的冤家，经过站务人员甲铁路警察到场了解甲安答，后续交由铁路警察来处理。员警到场，该男情绪激动，警方劝阻无效，为预防当事人及他人生命身体之危害，对其实施保护管束。后续发现该男对家人有言行过激行为，
警方依职权进行家暴通报。食酒醉闹事的姓叶的查甫人73年厝，铁路警察局表示，到场了后抗阻无效，依法保护管束带转去情报分驻所，也进行家暴通报，维护公众甲家属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金门灯影收水的活动起果，这届有1000多人来参加，内底还佫包括102个中国的选手。因过金门下暝收水的活动，拢会做伙举办。不过今年陆委会建议卖办，所以全取消。选手表明向海中冲，第22届金门海上灯影日期伫历史13号海湾开始，1200个选手内底包含102个中国选手，比往年拢有差不多300人，明显人数减少。主要是因为意向到顶办的金溪勇斗今年轮到中方主办，不过伫陆委会表态无建议办理之下话停。很遗憾呢，这次我们说如果有可能漫长的，对啊，希望以后我们再来一次吧。正常的交流啊，两岸一家亲，有开始。对金溪引导停办，中国受罪人拢表达希望两岸应继续进行体育交流活动。未少台湾受罪人也讲原本报名无参加就真可惜。原本是要参加，因为那个两岸的问题很可惜没有参加到希望下次可以参加。这摆现场也无看到中央政府体育署代表参加，和在地人讲感觉活动求水。金门县政府表示，有照往例发邀请函，可能因为拄到世大分者的行程，才无法度来。相信两岸的这个领导会对我们金门有所支持，可以持续的来进行跟举办。金门县政府正常指出，金溪响度有体育难度，也建立口碑甲知名度，停办对金门经济有一定冲击，也反而影响金门未来整体发展。希望只是单一事件，唔通加做常态。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咱的国内旅游有2亿2000多万旅游的人次，是历史的新高。不过，理想短暝生理却是土土。即马有宜兰业者就推出公益民宿，要来请游客。只要来带，收入就会捐予公益团体。每一个房间拢有无同主题的风格，共用空间阁有册通看，真有文艺气氛。拄着东莞节热热大过期间，宜兰的民宿平常日人客煞无济，业者坦白讲，最近民宿一直咧增加，加上民众真侪拢去国外佚佗，来带的人无较早遐济。所以这一次呢，跟福气家族做整个合作公益，入住德隆新馆所赚的盈余，全部捐给福气家族的多元助学。民宿业者为着增加人客，推出公益民宿，民众只要来带，相关的费用拢会捐予福气家族公益团体多元做客方案，并且体谅社工工作辛苦，也推出细少伫宜兰的社工免费带方案。每年东莞节是带动宜兰跳热带房的重要活动，不过受到大环境影响，宜兰民宿业者表示，今年跳热比去年同期带房率减5成。宜兰的部分礼拜时虽然客满，平常日带房率却无到2成。业者分析原因除了大环境，部分旅游业者一直拍国外旅游比国旅较少的广告也是问题。曾经在发出国玩比台湾便宜，都是在做旅游业的人在发的，就是他在做国外，他可能在包机或者是包团出旅游的人，就是不断的发出这样的讯息，然后诱使国人都误以为台湾玩真的很贵。在同安节期间只要来到宜兰，于宜兰的合法旅宿住宿满2000元，就可以兑换同安节1人1次入场根据交通部调查，去年个人国内旅游计共2.22亿个旅次，创历史新高。不过，旅宿业者却是真吃力，国内带房敢若0.6亿个人次，带房率大约2成6，国旅算一天无过暝比例大增加。安怎让旅客来算愿意带伫遮，真做挑战。官府配合东莞节推出真济带房的优惠方案，希望解决问题。国际新闻采访报道。根据宜兰县府的统计，最近这3年，猫仔狗仔被放杀的是愈来愈多。即马县府要甲收容的费用上济收到4000块，希望会当减少非法弃养的问题。贵宾狗哭泣已经13岁，却因为主人的亲人反对，就互人放杀。好关伫笼仔内底哭泣，即马看到人就是拍的，无啥互动。伫宜兰县流浪动物中度之家，最近几年和哭泣共款遭遇的猫仔狗仔是愈来愈多。
中途之家互人放杀的猫仔，有的年岁已经到20岁。根据管会统计，这寡互人放杀的猫仔、狗仔，平均留伫中途之家的时间大约是60天，有的是破病过世，有的是幸运防认养。若统计最近3年，宜兰县互人放杀的猫仔、狗仔的数量，2021年有209只，2023年有223只，去年是254只，有逐年增加的趋势。第一个原因当然是饲料人工的成本大幅增加，那再加上因为后来零扑杀的关系，动物收容的天数都有持续的增加。互人放杀的猫仔、狗仔愈来愈多，收容的成本也增加。官府修订流浪动物中途之家收钱的标准，甲放杀唔饲的规费对2000提悬到4000块，估计乡民是对1000块提悬到2000，而且按照规定，放杀唔饲的人，拢爱上动物保护的讲师，袂当个认养动物。所以呢，应该要从根本上的做起，从无论是领养或是购买，你本身你就要做好饲主领养前或认养前的教育。不过有动保人士认为讲，提悬规费爱谨慎，需要配合加强生命教育课程等宣导，增加主人的责任感，才会当避免非法误饲的情形增加。也建议放杀误饲的规费应该分级，针对弱势族群、无同种类的动物，放杀误饲无同的原因，互因辅导，各有无同款的收费。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伫高雄凤山经营50年的病院大同病院，今麦按算9月底要关门。院长讲，已经85岁啊，想要退休，嘛讲病院员工甲病人拢会先安踏好势。对院长的脚步去巡房，这是大同病院院长蔡心龙这50年来逐工拢爱做的工课。莫看伊已经85岁啊，脚骨勇健流利的程度，可能袂少少年人拢对袂到。蔡心龙讲，伊知影病院要结束，大家拢唔甘，伊家己嘛是靠几落工。不过身躯边的朋友一个离开，再加上医疗环境的改变，伊感觉休困的时间真正够啊。不像我们那时代就是很简单啊，现在好像很竞争啊，而且靠很多的治疗方法很多啊，什么疗法一大堆啊，所以说我们也慢慢也跟不上了。病院要收起来，蔡心龙上烦恼的都是员工甲病人的安踏。伫大家斗相共之下，全院107位员工，51位护理师已经相续消解去北京病院，行政人员也陆续替因地直接，11位长期住院的病患嘛拢安排好势。这间伫凤山在地经营50栋的大同病院，无论是员工、病人也是店家，大家对这间陪伴近50栋的老病院拢真唔甘。也病院开的家其实因为行李有的是也是有，也是有，他们的病人很多都来我们这里吃牛肉面。吃了还会回头的，非常可惜呀、我原本也跟院长开玩笑说，你活到100岁，我虽然很高龄了，可是我愿意在你这边跟你一起做哦，但是没有办法。卫生局讲，7月接到病院通知，年底要结束营业。病院表示，可能会提早到9月底就关门。院长讲，退休了后会先好好休困，也无计划要做啥。你收起来病院，若是有人要做，就会做给别人做其他的运用。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永昌报道。来看，刚刚伊发表上新 AI 的平台，这会当协助医护人员来做行政，也佮有临床的判断，希望会当甲病院斗下手。So can you tell me how long it's been like this? 大概3个月了。全医生甲病人之间用无共款的话来讲，毋过若透过医师手头平板内底上新的 AI 人工智慧平台，以好声译通，短短3分钟内就已将医生拄仔问的内容全部转做病历，减少医师文书处理的时间。这是全球第一个专门为华语医疗体系设计 AI 医疗助理系统。这个 summary 根据我们的资料库，甚至可以推荐它相关可能要做的检验检查，或者相关的处置，或者提供一些卫教文件，这就所谓的 decision support。负责研发的江兴基表示，为应应医护诊疗这案的挑战，2024年先开发出医护声译通平台，已经成功导入真一间病院减少护理人员中合成文书工作。2025年，佮推出2.0升级版本，内容支援96种的会，高整合医疗知识库，并协助医师做临床精准决策。这样的准确度可以达到90%，而且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这个 MedBobby 它可以使用96国的语言，就是你可以讲英文，你可以讲这个日文，甚至国语、台语。
江研院强调，这项上新的 AI 人工智慧医疗系统，去年伫亚当病院试办的时阵，以护人员文书作业时间延为原本30分钟，减少做3分钟，也有效降低离职率差不多50%到70%。未来进一步推广到全台医疗院所，甚至长照机构，希望用 AI 创新科技提悬病人照护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纪录片的导演刘吉雄，伊收集1978年台湾伫咧偏湖收留2000外个难民的资料，嘛有去做纪录片。即马相关的资料伫咧高雄的美术馆来展览。主 play 键，他点到 play 键了，按下去就好像你点了滑鼠。导演刘吉雄一步一步甲民众消解美爱装备，透过这个目镜甲遥控，民众会当有亲身感受，体会1978年越南发生战争，148个越南人坐船渡难，伫海上苦打66天，最后敢若34个人互救来台湾偏湖的过程。就是你进来绕了一圈，你可能还是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他想要传达给大众的是什么概念？可是你如果戴上了这个眼镜，你就可以更完整的了解他们那时候的处境跟心情。用 VR 影片互民众来认捌这段历史。台湾伫偏湖设立越南难民营，前后拢总收留2000多人。刘吉雄讲，这段过去，因为台湾退出联合国，所以伫国际上找无这段记录。当然，真侪偏湖在地人嘛唔知影有难民营，因为当初时的一个民帮用20天去收集资料，斗出这段历史。当初这个难民若无拆掉，或者咱即马会加一个迄个难民人权博物馆啦。啊，不过无嘛，对吧？按个可能咱即卖会使用这个科技的方式，用这个数位的方式哦，你递这个 VR 这个头衔，你就会使等于这个已经拆除的这个澎湖难民营，哦啊，伫咧内底行，会使看到内底顶摆因这个难民伫咧台湾生活的这个资料。那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呈现，然后带领观众来去关注我们社会上面不为人知的一些议题。当初的越南难民伫偏湖拢总有106个红婴仔出世，有人留伫台湾，有人去欧洲、美洲住。有真侪当初的第2代甚至第3代捌回来偏湖找找这段过去。刘吉雄也将这个故事刷记录出影片来放送，望互更较侪人来关心人权的议题。记者柯家祖、赵阳、高雄场报道。咱台湾炭矿夫画家洪瑞麟，这年来用画作记录炭工的工课甲生活。即马家己飞几堂办展览，希望互大家了解炭矿夫生命的故事。一幕记录炭工生活的图画，计共18幕的作品，分开展览伫家己县新港飞几堂每一个房间内底。家己县文管局甲新港文教基金会用艺术家洪瑞麟记录炭工的作品，举办主题合作东坡的画展。像诊所啊，然后像刚才还有厕所里面，还有厨房里面，然后还有新娘房里面，甚至都有画。所以我觉得这种自己进去里面，然后找画的方式比较跟一般看画展的方式不一样。洪老师的作品。摕来在展示，含这个环境有会当互相辉映很和谐互咱这个展示会当感觉起来会愈有迄共伴、共心、有爱心的这种感觉吼。洪瑞麟伫日本学习美术完成了后，回来台湾，就去到瑞芳的炭坑做工课，35天的时间，唔但完整记录炭坑真实的生活，嘛互伊来成为咱台湾一位将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还有家庭啊，还有矿工准备进矿坑前的模样，还有他们在工作当时的样子，然后用这些简单的线条呈现出来，反而显得更有矿工的感觉。新港文教基金会表示，这种展览会展期到明年的6月底，希望透过飞几堂的空间甲洪瑞麟的作品，互来参观的民众感受到炭工画家伫作品当中的人道精神甲艺术价值。记者林慧婷。摕到温布顿球后的波兰棒球选手斯维亚蒂。因为伊真爱食故乡的好料理草鱼意大利面，即马这出菜是佫流行起来。因那伫咧波兰，还佫有一种牛奶堡食食的文化。伫遮是无咧卖牛奶哦，则是有政府补助的点心店。那来遮食点心是免开大条的，就会当食甲饱圆圆。斯维亚蒂摕到球后即天，到波兰民众特别到餐厅点这出菜来食。波兰总理图斯克嘛加入网络的讨论，打出家己草鱼意大利面的相片。这出古早料理充满妈妈的味，那是伫波兰大汉的囡仔拢知。
波兰人食草莓意大利面已经有半世纪的时间，这其实嘛甲波兰草莓大出真有关系。妈妈原来会特别为无爱食菜色的囡仔煮，伊看来真简单，啊，毋过充满波兰人顶紧的文化认同。要烹出一盘好食的草莓意大利面，上重要的除了真青的草莓，啊，佮有小可 QQ 的意大利面，上介重要的灵魂配料，啊，佮有草莓酱糖，也甲用来提升口感的 yogurt， 啊是酸奶油。 Oh yeah. If you are Italian and you heard we mix pasta with strawberries, that will be oh my God, I can listen to that. But in Poland we have the season for strawberries, and we have a lot of them, and I think that was our grandmas. They think that they will mix it. 其实除了草莓意大利面，波兰人的饮食文化一旦讲充满特色，甲台湾人同款，因食鸭血牛肚，还可以用猪油炒葱头甲香料来做芳的肉酱。 19世纪末，波兰街头出现一种叫牛奶堡的店，专门卖牛奶、鸡卵也加谷物所做的点心。伊伫1980年代共产时期上佳业。当时的社会主义政府会提供补贴，互牛奶堡，或者手头较暗的百姓甲劳工阶层食一顿饱。伫共产主义上强的时期，波兰有4万多间牛奶堡，啊，毋过即马敢若剩150间卡刀，这也是波兰经济社会转型的缩影。 即摆牛奶堡毋但是怀旧的体验，也是当代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对低收入的人来讲，是袂使欠缺的存在。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天气报你知，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 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